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嘅阿明谷刘浩明。观众朋友，这个深度地波嘅工种係样嘅情形啊？我哋对我哋贵州以前完全係手工嘅工种，到後來由農耕機、耕耘機開始，其實現家嘅工種已經聽到我哋嘅技術嘅進步，無窮樣嘅一種意義。我哋今日要請到來賓，係一啲我哋講農業嘅秘書。我哋愛嚟小建議，讓我把我哋嘅農業比上來。我哋今日嚟歡迎我哋施總哥哥來到我哋現場，施總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尼泊爾嘅李施總，今日非常歡喜來到節目。從我開始節目開始時，我哋講，你係一啲我哋農業嘅秘書嗬，你係讓我去接觸到我哋咧，我哋講我哋咧植物模擬嘅植物保護期啊。講起一個問題，佢奇妙啦嚇。主要嘅係講，第一都講，我哋差唔多2017年嘅時間有接受過智慧農業嘅一個課程。佢下啲課程嘅介紹地方都有講到安尼嘅東西，很多植保期嘅東西。但係佢下含我嘅想法講，我來做這個試驗用嘅。因此慢慢有200條田球嘅做勢嚇，100係網台樹，100係分島。所以我都感覺到安尼唔錯，因為80歲嘅老人家嘅。我應該愛有你去囤一個膽嘅開起來，所以我都想講，我來做安尼事情。不過你講，我哋人種牆嘅，一般來講，人4分田嘅屬於清代。像我這個統計嘅話，2018年一年下來，人差唔多9萬人嘅屬於，佢根本唔可以成番。所以我睇農閒嘅時間啊，有啲事同來做。我家下都申請退休，用我退休金去買一台植保機。因為我有評估過，你講基本上來講嘅話，雖然跟家私貴貴40萬，但係差唔多，唔係講做2年左右，喺3萬邊嘅話，應該是可以打平嘅。你投入邊嘅部分，當初當然都肯定會反對啦，因為係新嘅非常新嘅東西，佢少年啲嘅東西，但係我哋都慢慢嚟做，你老天爺本番式啦，你慢慢嚟有些成績。聽施總我哋講其實施總頭都講嘅談故事地方，我哋都可以看得到，我哋更加台灣農村一啲規整式嘅樣嘅啦，嗬。第一，我哋咧老農歸多，我哋更加歸到鄉下地方，喺耕種嘅全部係老人家。係啊。第二個，以耕種嘅方法絕對係傳統嘅。好，譬如講，我哋做乜嘅冇辦法馬上把我哋咧檳榔刀係去改種coco，因為我哋咧老農冇辦法去學其他東西。第二個，檳榔冇可以啊，你嗰種我哋講更加唔建議他嘅人種，但是檳榔公司在一起，伊馬上可以揾到錢。因像我哋咧加檳，我哋話冇得講我哋咧 coco 啊，伊話要去加工、去發酵嗰種東西，我哋咧老人家話絕對唔會。但是佢個面臨過一個大問題，都從同我哋施總頭講過嘅，我哋咧老人家喺田行專門嘅網度，尤其係我們講到啦，冇得講，嘅日頭過大嘅時間，真係我比賽到昂係我哋話能講，嗰種。今日施總以尋到一啲我哋農保機啊方法，我來解決一個農業嘅問題。嗰種這個本身有冇多嘅問題咧？今日嘅節目一定要去看下去。嗰種人嚟話，你頭都講一年嘅數額差唔多9萬人，但是你頭都講有一台農保機40萬，差唔多做好把2年都差唔多可以回本。人意思講用下農保機，我邊有3兩邊個度嚇？一個部分有。分量嘅面向來看，一啲都造成人頭都講到嘅缺工嘅問題。因為而家農村都係老農太盤閒係，75歲個多，但係一定用傳統嘅方式，還有體力已經無法度去負荷講田球嘅勢頭，所以都需要一啲新嘅東西來，所以講幫助。第二來講嘅話，要增加一個所謂收入嘅話，都變成唔只個一邊，因為樣嚟講。按新嘅東西完全冇人知，唔能用嚟去同農民做介紹，唔能用嚟本期講，而可以信任講，唔係可以幫助到佢，唔能做俾看，唔能俾有實際嘅東西，而看到嘅人會相信講佢搶有喎，一個部分嘅話都係靠自己努力安尼。做到施總嗰個嘛講到天意佢重要嘅東西，如係講其實我哋更加佢當然希望講我哋可以分擔路卡嘅勢頭。但是農事唔係講買東西，
你即个起去买都可以嘅，唔免讲你即个想爱去做，吼，你退休爱去做，你都可以做到。有啲东西係体力的问题，有啲东西係技术的问题。尤其像我哋而家嗰種人強，可能條件係人向下嘅一種農事時，一天都發現你講，天我可能冇天啊，天你講如果有天啊，係可能馬上就太現實，做一兩年，我哋讓地講規個農田也要馬上工作，馬上澆水，馬上愛割無安嘅。可是嗰時間，你即個開始愛接觸也要時間，你即個唔會感覺到講，也係啲幾困難嘅路啊。基本上來講唔係，因為我講啊，要有信心。如果假使唔看得到從人嘅部分來講，一個東西係有前景嘅，都充滿上要做，趕快做。第一啲客戶會打下來，有成功嘅案例以後吼，用安尼嘅東西再加上網絡嘅行銷，嗰時我都會做 FB、IG， 甚至於講抖音，我都會釣過。其實喺做些時間都先用手機嘛，翕相。網絡入樣，閒嘅時間做些做迄個閒嘅，人哋都提網絡行做行銷。因為我講，除了講老農以外，其實還有強農，人家種種就會幾多後生嘅。有啲人看到嘅時間，因為會想講，呢啲東西係咪有幫助？迄陣講提供同成本方面可以幫助到佢哋，一定會接受。接受嘅等天然嘅成功，按力度打下來嘅，就慢慢地去累積。一開始我都印名片，印嚟都印伊啲總條，其中我都擺到經濟名片，亂槍打鳥。希望講我有一啲回應。其實可能係發現農民嘅該保守、該保守。基本上來講唔會主動同人拗，只要透過譬如講有做過成功嘅一道農民去介紹，佢講冇乜嘢要做乜嘅喎，你可以試看啦，有效果哦。安尼嘅方式點都個好，嗰種係後來就利用網絡，利用安尼嘅方式去打開一個客戶嘅部分。所以我哋觀眾朋友聽到也提防嘅時間，我感覺到咁到底有咩模擬嘅植物保護機啊？嚇，伊可以做個細體去嘛嘅？基本上嚟講，我個人叫埋一個幾種嚇，伊睇佢可以做3個，但係愛運動嘅。喺冇運動嘅話，都講第一啲伊可以曬藥嘅。第二都葉面皮，液態肥，但係佢反而都講液態肥，水性嘅東西都差唔多。假使唔係可以做葉皮料，葉皮，或者講播種以內啊，要做以內嘅話，如果運動嘅，伊嘅模式都冇重要，所以基本上應該算3種。嗰新型嘅要過好用，一定用插拔式嘅，一定要用運動嘅，所以新嘅要過強嘅一啲功能。好多人都講殺藥嘅，因為我哋以前印象講把類啲藥桶嘅，好多人哋殺藥嘅，咁人哋變成一啲模擬嘅植物保護機嘅時，一樣用嚟殺藥嘅咯。等於都把我哋藥缸嘅放喺飛機上面嚇。唔係，基本上來講，有一啲桶嘅，有啲桶嘅，有啲桶嘅都係藥桶。唔只有將調好嘅藥嘅，倒入一個桶嘅，要試機噴載。因為透過一個桶嘅。用摩打打一個噴嘴噴出來，咁有字喺上面係係咩？係一天提建築，一天提嘅植物的檔行，一天提檔行，由檔行往下噴，由上而下噴法。傳統嘅方式都好多變，人其他嘅下擺，所以喺邊年個個都由下而上噴。兩種完全唔同樣嘅模式。而且還有啲規模同樣都講，以前對待下屋。向上噴嘅時間，殺藥嘅時間，佢藥嘅全部都會跌下來。其實你如果用一本嘅藥嘅去經驗到嗬，可是你嘅方法加重，你這個有比較講用人力同用安尼嘅機器嘅話差異到屁啊？基本上嚟講嗬，愛看速度，天然應該愛看效率。對農民嚟講嘅話，速度唔係意外嘅，點都效果。係用人力嘅方式同用植保機嘅方式，都帶效果有同樣嘛。其他啲農民嘅成行其他我哋工作者部分嚟講嘅話，如果我嘅操作嘅方式，因為人家用植保機嚟講嘅話，係人拿對遙控器，你遙控佢台機器比，所以唔同有一啲機理。唔係看到風向啦，或者講會接觸你嘅時間，已經可以殺。所以安全性都較高。最主要嘅係喺回歸多講客觀嘅一個問題。有兩種噴法嚟講，對於農民嚟講嘅話，
其他的农民应该如看效果同成本，也咱係以最關心的。其他人哋操作者如講安全同人哋做嘅效果，時間點都唔咩，時間嘅話大啲比例啦吼。假使嘅講一甲田來講嘅話，嗱係用傳統板杆咧，嗰下俾人哋沙發，可能一甲田愛1點鐘。用測波機嘅話，我講人個波數啦，我都差唔多最少20分到25分鐘。同樣一甲田，我都可以完成，係個是安尼。但問題係，像安尼測波機，伊係咪每一種測溫度，能講農作物都可以適合咯？基本上係，因為講啊，吼，每啲農作物摕病蟲害嘅防治，摕皮嘅部分，都頭都主持人講嘅，我哋一般講嘅專業名詞講田間管理，田間嘅管理。好，藥草水皮也施放，都係田間嘅最主要嘅管理。好，那人哋頭都講到有兩項，藥同皮。所以第一個部分來講嘅話，有兩個方式可以做。一啲都講可以做試驗，像我因為本身係對科技業下來嘅，我哋對數字嘅東西較敏感。我更加同農民溝通，因為提供兩件重要嘅事情。第一，人哋做農要賺得多錢，要開業、開源。好，反正講要開源。第二，要節流，好，要節省人哋嘅成本。假使講從一啲比例來講嘅話，我係用1塊田，中央去買1包皮料，可能400元；我係買葉面皮，可能200元，我都省下200元嘅錢。工錢係一樣嘅，但係我係成本都省下來。第二個比較都講，我這個體育師花係每2年嘅時間，睇記錄我都開檳榔樹，我都用交替嘅方式。一次用無人機去噴葉面皮，一次用葉嘅皮，嚟算下來一啲成本嘅結構，差唔多都會差對半。所以喺教育人哋不管新農民還是傳統嘅一個老農民，都講人哋做農嘅人唔可以限喺以前嘅方式，去用舊思維去想管理嘅部分，而賺到錢一樣嘅一天來把握。嗰種田頓時代進步後，我哋科技嘛可以天數，我哋農業可以變得個資源嘛可以個節省。休息下喎，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。上堂節目，我哋咧來賓始終哥哥同我哋講，乜嘢都無言嘅植物保護期。但是我想講到更加睇嘅人可能嘛，唔係有乜影響乜嘢無言嘅植物保護期。我哋現場有一台人嘅機器，看下來嗰種，我哋講超有演技啊！也係咪都一種小型嘅喏？係，也係小型嘅模擬機。搞好個用途用。嗰時係從我哋咧模擬機用喺筆喺上面，然後可能你掛馬桶，你噴藥嘅冇路我哋要撕皮料，掛仲是冇用嘅，而家功能都冇用係咪？係啊，係啊，你講錯。按當初我想接觸到安尼東西咯。因為我想啊，假使講人哋嘅經營範圍同一般嘅兒童共用，其實冇乜嘅差別，嗰時候有差異化。要做冇同樣嘅一啲想法，啊，如實天時嘅面向，第一啲都好多講嘅，都講朋友嘅一啲部分，第二都搞好。其實相同嘅道理都講，唔將我嘅東西搞本意，但你人哋可以開一啲課程，加入一個課程嚟收集過多年，嚟了解嚟學習翻啲東西，這個也係屬於一種保護產咯。第三個都講係助力做嘅部分，當然。目前係冇進行到安尼嘅階段啦，因為做嘅話必須要好多台，做嘅人都在用嘅曉得冇幾萬一啲問題。第四個面向其實係幾下做媒體，乜講到媒體都講係啲單行掛布旗去做宣傳。其實大家看下，喺大陸研究疫情嘅時節，嗰度要掛大聲公，或者講去提倡白箱，相同嘅道理都講。係一個可以幫一些重量嘅一種機器單行，唔係可以加掛嘛嘅東西，都會變成冇同樣嘅應用。就等於講，而且飛機上面其實唔單止係噴藥嘅啦，冇到嗰種我哋講撕皮料，其實可以，就像我講嘅，唔可以掛上乜嘅東西，亦都可以做冇同樣嘅東西。譬如講疫情嘅時間，掛啲大聲公，都可以講，幾多人啊？
你这个毛带做下面哦，无你讲，这张人营养啊，无你讲，甚至可以挂嗰种可能讲卡梅拉相机，好去翕到人要给田里要给它商用的用的。咁当初在推广人要农业要给我讲，原来直播机的时间，农民咧接触的程度高冇？非常唔高。因为我讲，如果查铁道，提点印象中，我所做嘛嘅，伊哋通做如讲吃喷，我先带水去喷看，感觉到 OK 冇？啊，出门前我本来冇设定讲我要做长嘅一块嘅，睇佢思路上讲各大各矮嘅作物，結果好做些，啊視線嘅範圍內，嗰好操縱控制。後來又想講，家這個路下路有長嘅人，做乜嘅唔拿嚟做示範人用嘅，拿嚟用冇用嘅田間呢個連防式食品啦、沙藥嘅啦，好嚟看佢有乜嘅新嘅東西可以產生冇，啊結果真係都幫佢試出嚟。嗰時候如果按你經營下來嘅話，那慢慢地會打開這個市場。再加上講老客戶去介紹新客戶，但如果有變多嘅客戶。因為我想對我哋講習慣這個用水去噴農藥啦，嘛吼噴藥嘅啦，無論我哋食品嘅人嚟講，伊聽啲想法伊就講，那你作為有真的有啥到哈，真嘅皮料有多味哈，無論講那你作為係咪 BB 啊？好，愈比迄個，可是你用一步一步表現得去相信講，一種東西其實同我哋這個手工去做，其實嘛係差唔多。佢種咱哋接觸啊，我哋點樣有本能，這個影響過層面的我呢？有，我計量嘅你嘢本談一下，睇啲都係睇啲客戶，佢非常嘅奇妙。伊起啊都愛做些，佢一啲白面，因為差唔多80歲，相對係4嚿水。伊講好上嚟先莫噴藥嘅，伊講白面愛做乜嘅喏？我翕相，我爸咪唔好同佢翕相哦，我開好哦，我同佢好冇，唔是，我拉同佢翕，哦，因為係我伊係日來嘅，也係相連太高，喺拉嚟4嚿水，伊都提媽媽翕，啊我都問佢爸咪改好起啦，講爸咪唔翕落去做乜嘅喏，我喺店本我係順嚟看，我喺順嚟睇台北，而等下吼，我第一講阿婆更加管理田區嘅啊，也係用科技化嘅東西嚟管理。真是的，一啲80歲老人家，翕一啲相片就是要用來傳本藝術的，要搭睇一啲案例，所以一篇文章都要加把條 FB，開好一啲行實嘅案例，也係睇一啲，睇嘢都研究，睇東港差唔多5年份左右，係差唔多去嘅新鎮，都兩個田橋，冇同樣嘅天柱，哦，一塊田橋嘅天柱都。伊看到有嘅到樂邊嘅，都係買一啲處理。都做咗差唔多2-3擺，有一擺T4擺幹嘛？而且做些嘅阿伯嘅已經先離開嘅，隔壁嘅天主行來，伊順日田橋嘅，伊也冇講乜嘅，順日就愛借伊講。用好老話講啦嗬，講我都煩咗嘅嚟緊嘅合法，伊講好上嘅，明年啊嗬，我29天搞本同佢殺，嘅隔壁嘅苗萬人，伊愛殺時節，唔都強下同佢殺。基本上能感覺到佢窩心，而且佢講用。因為我講點啊，難道做些以前佢拜託你們同埋沙，比如講埋沙嘅本嘅而注通，而冇講乜嘅樣，亦都暗中去觀察，觀察嚟先白，因為講一個東西絕對有效，一啲80人些落農，我注通講安尼事情度，一啲沙藥嘅人講，佢係傳統嘅做法絕對冇可能。我也都一啲佢奇妙嘅一啲變化啦，點都係農民嘅。同人講，唔係同人殺，睇人哋嘅案例。可是我等於講，你這個做嘅事情，譬如睇點樣嚟夾夾看啊，一看到會發現講，其實同我哋以前做嘅差唔多，成果差唔多，但是可能個風險，嘛個強力，然後伊都想過，下一擺嘛唔使按辛苦嘅啦，因為其實真係做農事，有些係安尼太壓田哦，實在是鬼辛苦嘅事情。但是我想問講，因為其實我哋更加，譬如講我哋講個平農高雄來講嘅話，遇到嘢種反酸，遇到嘢種輪乳啦，嚇，遇到嘢種長嘅啦，嚇，強皺啦。咁像我哋個代冇咁樣嘅話，對人來講，哋施工方法係咁樣啊，還是講冇咁樣嘅農作物，其實要注意嘅東西冇咁樣啊。係啊，一定冇咁樣。如果唔來看作物，而係短期嘅作物還是長期，長嘅屬於長期，明年就會用，明年就會噴，像無嘅安尼都短期，用咗要咩算短期，
因为伊差不多无违法使用专业都会使惯的，所以伊算短期，唔多一滴，也差不多一个特性特性哈。第二，如果伊个做法绝对无同样，如像主持人讲的，强的迄个个大大，无的迄平的，所以民意的作物唔会抵押伊个特性，伊个速度同应用的做，让迄对一个策略最好的。当然，伫驾驶方面也一样无同样。甲今仔对人来讲，人咧克服大部分很用的一种情形，因为是一开始我哋咧节目讲有提到讲，因为更加哦，轨道路喺路农，我哋咧上下轨道路嘛，路农，天野路嗰種，我哋講神農，好神農，伊嘛唔希望像以前按辛苦去做農事，伊嘛會希望講佢咪用個科技嘅方法，哈，去做以前要做嘅事情。咁你即個更加嘅克服地步，大部分很用嘅人，攏有。喺老人家來講嘅話，唔會企業提效率同成本來講，可以用藝術師嘅人，或者講隔壁天，一個人唔再拜託佢一啲去把說明啦，安尼效果都最大。強農嘅話，如果簡單，都直接提高，而係因為講一個部分可以幫助到我。其實在乎講老農嘅話，以前嘅觀念都講過，而且加亂，因為佢唔是錢。根本你講啊，那搞半年的時間，我都係啲成本。但係人另外一啲思考嘅方式都講，假使我花1000元嚟講，嚟多2000元嘅成本，嚟多2000元嘅收益，其實我係有賺到錢嘅，我有可以個翻，是做些做安開。所以舒適係最容易本人有一啲觀念嘅東西。同時有另外一點，我是有想到講。因為其實更加軌道老人家問題繼續喺工作嘅原因吼，伊哋係唔判得嘅體能無人去講，細人嘅可能喺外面讀書做事，佢留嘅可能祖先留嘅一塊體體嘅片，你冇去工作，吼你表本人應該有唔放心，應該揾用去處理嗰塊體能。可是有啲位置係老人家，如果你70、80歲嘅，明日落去工作都講啊做運動樣嘅，但是佢日頭過太。其實佢從我哋看到佢睇嘅做農事嘅時候，都可能都有某個事情。可是有時唔單止係成本嘅問題，真係都講可能都天數一點，至少可以把一塊體能有持續嘅工作，至少有冇可能講嗰塊體能啪啪地上錯。其實係咪一個最重要嘅東西？咁照嚟講，咱嚟講以前咱嚟工作，其實你一退休嘅，係繼續嘛可以做顧問啊，安尼之類。但是你更加可以講係重新去創一個新嘅事業，一片有一開始是順利冇？當然唔係佢順利，頭都有講到好，你講啲陸家人會反對，因為一定要搞唔清楚有嘅乜嘅東西。我相信一般人嘛搞唔清楚啊。當然，第二如果唔知教有天見。人哋客家有一點硬頸嘅精神，就講，假使你因為講去堅持去抄嘅東西，不論如何，唔知教去做出來。唔係講有時間，唔係講努力唔啦，應該是講老天爺有冇上方式，或者講冇全部好嘅方法來經營客戶，也很重要。因為冇客戶啊，都冇收入嘅來源，唔能讓我同客戶互通，唔能讓我得到一定嘅信任。也係個重要嘅事情。但是你同客戶互動，這裡用以前嘅工作應該唔是同客戶互動吧？我係未做過業務嘅工作。其實按你講，回答主持人呢個問題嚟講，其實喺職場上吼，職場上好多嘅經驗，比我哋農業同樣用得到，只是講人會冇同樣，講法嘅話術同嘅重點冇同樣。我幾多嘅想法，攏係對職場一片帶過去嘅。像頭都講嘅開源節流嘅一個觀念會安，因為咱哋本身也係農民，假使我係可以幫助農民賺更多嘅錢，交易性嘅即個行過嘅路，一條往多嘅啦，或者講唔好嘅啦，唔可以行，唔行一條過正確嘅，只有100，而係試定嚟去做出來嘅成績，有人講嘅安尼，而絕對100%經驗。就是同農民建立信任嘅關係以後，都變成像朋友樣嘅，會繼續有一啲聯絡，所以安尼愛創就冇咁簡單，係都安尼。雖然對科技業變成一啲農民，但是市長哥哥還是把一啲科技業嘅精神推喺農業，用喺更加嘅農業上面。休息一下喎，等下我哋咪講到個精彩故事哦。
欢迎过来福起来嘅，上档节目嘅来宾施总哥哥同人讲嘅直播机，伊可以用一个某个地方，然后伊在推广嘅情形。我想请问一下吼，其实你的境界唔单止係做直播機嘛吼，而家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係咪？你同咱廣東朋友講人家身份係乜嘢？我今日喺講下廣播電台主持每禮拜一早晨6點到7點嘅客家新北講節目。客家新北講，係係我哋創下北講還是？沒呀，故意設計。沒啦，係啦，如一百嘅白講啦吼。我稍微解釋一下啦，因為當初喺設計嘅時節，伊講我市地各有年也有各奇妙嘅，想嘅去有，想想到北講前呀，北講，如同創業嘅北講強樣啊，其實伊係100、200嘅北工作嘅講。意思都講也係客家最新嘅北種北前種嘅一啲工業嘅意思，係咁嘅意思。都所講就客家嘅產業啦吼。錯。種當初攏會想愛去，我哋講簽去我哋嘅廣播電視裡邊。也咪係一啲過奇妙嘅事情啦。我冇到如講人生啊，真實都冇法度去實踐講後來會行嘅那條路。有條路嘅啲演員都講，以前係做來賓，主持人先訪問，訪問到以後呢，其實有一段時間已經冇再訪問咧，一下路做音樂嘅解析啦，如講分析一下一條歌嘅大概係乜嘅曲調啦，語言內容係乜嘅啦，詞境係乜嘅，大概係咁樣。聽咩分析吧？睇廣播啊，也係廣播。睇廣播，但是你係主持人還是本人訪問呢？本人訪問呢？如你咪都本人訪問，但是內容係講音樂嘅一種分析。音樂嘅部分嘅分析係。接下來發路，因為講下廣播電台對央廣獨立出來，更加要成立一啲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。從一個基金會嘅發路係講下電台嘅一啲算一啲成立嘅一啲單位啦，嚇。錄安尼一啲演員對來賓變做主持人。個問題對來賓變做主持人。當做來賓的時間，好多主持人冇忙都打忙嘅，但是做主持人的時間都變成然後自家去尋話題呢，自家尋內容呢。但是我講，我哋呢講下廣播電台冇錯，而係所以對人嚟講係一種帶狀嘛，嚇，你差唔多每一個禮拜附近同一啦。我本日但係舊嘢嚟講，而係啲系列，如果講講6對，而係對拜一到拜五。如果固定係每禮拜一嘅早晨6點到7點，每日我有不同嘅主持人，拜一到拜五，拜六禮拜六換配嘅主持人。咁如果每禮拜一嘅早晨6點到7點嘅嘛，咁其實安尼話等於講規個節目嘅內容嚇，對於每碼嘅東西，我頭媽講，如果你自家去設計，自家去標呢，咁有學識下，還是講？你這個用糖的都提高，它有其他標碼的東西。一個部分係咁樣啦嚇，當然第一你將結構先設定出來。當然一個設定係總台嘅一天會規範一點。譬如講，我有一度嘅單元，將我節目嘅話，本身來講都有4個單元。都半點鐘一啲嘅啦，一啲段落。半點鐘都有2個單元，2個單元基本都自己起，可能你安排乜嘅。從我講你呢啲設計都講，前面都體育師都講打招呼啦，日常嘅新聞一條天熱都又包括天氣啦，或者講人哋6對地方嘅景點啦，或者講農業新聞。下半段都專訪來賓，都開始講產業，用訪問嘅方式，而所有嘅東西嘅時間，你都要曉得去辨識。包括講從頭到主持人講，我自家本身經營嘅直播機，其實咩可以拿嚟講我咩可以規個時段都係我本人，全部最多都講到我也可以去請配啲產業嘅談員來做訪問。只要我設定好一條題目，我問而答，我哋呢類數量，為嘢再做辨識，最後都也都做專業嘅節目。咁你今日做主持人，做經驗有乜感想？佢似咩？但係都講也可以幫助佢多啲，因為廣播啊，本身嚟講都係一啲公器，共享嘅一啲器具，亦可以幫人做發聲，亦也可以暗中講人哋嘅心聲，本政府單位睇。第三個都講，同人嘅互動同交流都慢慢嘅多起來。
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产业，各种不同的人，也係因為啦，其實我可能對啦，人哋附近的客家人有熟悉一些嘢，我也可以透過一條朋友去了解。所以我唔驚講我冇人好訪問，驚是講訪問累積的鐵道無法度叫佢出去啊。今日對你來講，對以前可能講頭一開始講嘅，我哋直播機都今日變成我哋一個天台的主持人。你要不身份的轉變，你每一個時間很容易去安排咯，因為你對每一個禮拜一如果搞出一份節目嘛，你平常的工作時間很容易安排咯。主持人嗰厲害哦，而家個每日嘅，好啦，我睇有了解一下，大部分係如何嚟安排啦，就剩一段時間都做農師，喺我某些條做某去做直播嘅一個部分，我都做這個錄下社，因為出個錄下要中強嘅嘛，所以一禮拜最少有一啲主題啊。暗晡夜時間，如果早晨同下晝大部分都農師，暗晡夜都係我做廣播嘅時間，我會先想好我嘅睇講大綱係乜嘅，睇開始對編發成文字，再用音用錄嘅方式，最後都去丟出來。所以免疫幾乎寫得慢慢啦。如果從時間充分應用啦，但係我認為講好嘅地方都講可以幫助人發散，再加上都講從頭都講嘅，我哋會建 FB 嘅粉絲頁，又會再去吸引更加多嘅聽眾朋友，或者講聽眾嘅朋友，甚至於地背都有一啲美國嘅，喺啲美國嘅足田人，伊也跳出來講，唔哋啲節目還唔會差，直接喺 FB 反映，我本來能感覺到親歡喜親感動嚟啦。因為今日我哋咧，媒體變得過多年啦，唔像以前像我哋糖垃圾油法吼，你以前講比如講糖垃圾油，嗰種一下冇糖到，我哋都冇辦法去清伊嘅東西。但是今日講下廣播電台，伊即個播做開以後，如果比如講網絡上面，你可以用 APP 去聽，冇甚至討論講嘅，你即個本即個嘛有經營即個嘅，講面書啦，係討論講個抖音，做乜要搞抖音咯？其實也係一啲行銷嘅概念。行銷啊，如果從人講嘅，如果通知，不管幾多些，咱哋先分析啦三項東西。FB 來講嘅話，本身因為伊嘅族群大概是喺50歲以上嘅，但係一條人，佢有可能係直播機嘅一啲客戶，但係不一定係廣播嘅客戶。所以伊嘅年齡層固定下嚟嘅，運用改法。IG 本身來講嘅話，個後生。所以人哋看到嘅大部分都係後生嘅，唔係碟相片都係 IGTV 安尼嘅東西，所以伊就係一啲媒體。但係呢 IG 嘅人唔可以去重視講直播比較快嘅東西，比較啲重視設計啦、教嘅啦，點解佢過千秒嘅安尼嘅東西。第三個都講到抖音啊嘛係大陸嘅東西，但係伊嘅年齡層最大，可能對國小或者講學開始一直到老嘅。全部都有，所以我哋用導演嘅方式，我其實係碟假使啦佢哋啲嘢，我係碟我直播機嘅樣片上去，其實我打文字嘅時間，我會去連接到我嘅 FB， 我哋講我嘅 FB 嘅名係乜嘅，假使伊看到一個片呢有興趣嘅時間，伊底下講一個人有一個，我會故意打 FB 乜嘅，伊就會去嘅錢，用導演嘅方式，睇下看到嘅人幫助去 FB。也如係行社會嘅概念，部分族群。但是像頭都講嘅，其實有三種無缺嘅東西，有無缺嘅年齡層。但是你想要應用大清嘅最慢嘅想法係乜嘢咯？係推廣人廣播，還是推廣人嘅直播機咯？其實都可以。也係一啲項目，唔一定係流程。用運用安尼途徑，因為社群軟體係啲免費嘅東西。一般來講，係用樣片先去吸引人嘅眼球，而吸引了以後，然後會去想或者講關注你這家一條嘅東西，慢慢地再將一條人幫助去，也許一模，也許有，但係講我發大家都一網打盡，最後全部趕下條 FB，如果用 FB 做平台，做有關於實力方面嘅東西。嗰種係咪等於講，初中討論講嘅，比如講 IG，網絡講嘅抖音啊，抖音，而也要用嘅。
人的年龄程度不大嘛，迄咪等于讲一方面可以讲迄个人培养个人未来的客户。嗰種譬如講啊，人即個提說明有講啊，你做生意你即個一種都讓你講，但是透過也要順利嘅來提說明也係某個東西，伊可能同接觸嘅時候，伊叫你有一啲想法嘅，你講睇有地方啊，你講嘅伊方面嘛相信講，你講我同阿來講嘅同樣哦，聽伊講你講嘅東西啊，太陽啊都低嘅嘛東西，安尼話可能可以縮短。可以變短縮短我哋以前說明的時間的一啲時間啦。佢當初我想到用經營按多嘅，可能講社群媒體啊啲東西，其實佢花時間呢。很好啦，但係呢啲概念都講，翕相影片其實容易啲，唔只有冇共用嘅平台攏貼上去，花一些時間貼上去，還要記得全部要辦歸去 FB。也如係最終嘅目標。錯，你像今日入韓國了，又做我哋嘅直播機，今日變我哋嘅天台主持人，又一路行又乜嘢感謝你冇？當然，我媽媽係我最感謝嘅，喺我人生嘅一啲階段，伊係最支持我，伊有教我哋做人做事嘅一啲事情。但係職場啊，又可以感謝另外一啲，因為白話哥，如陳漢卿先生，伊係內部嘅行動師人。第一之中，伊教我睇佢三個東西，很多人無愛有，人有愛好，人好愛有，有兩個有。意思都講，人哋要做比人個前面，做嘅東西要比人個好，安尼番唔都可能可以有良善嘅一啲 TV， 還有時要感謝兩位人啦。雖然講人家退休比以前工作可能慢過無限吼，但是人哋始終嗰個喺退休以後，伊發展嘅軌道也興起同也會成就。我哋客家話有一句話講，10歲愛滴水人頭，我相信始終嗰個伊即個家做事情，如係歸滴也水人頭嗰啲嚟。今日會感謝始終同我哋聽眾同分享安東嘅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非常榮幸來到節目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有限長來了，多謝大家。睇下精彩故事，休息下，等下聽下嚟欣賞來運動運動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！今日欣賞我教嘅係親子瑜伽，有看到我隔壁嘅小朋友嗎？阿忠小朋友來當我哋嘅示範小老師哦！阿咱準備好了嗎？大人小人總同我哋同下做運動哦！運動之前，我嚟做一個暖身操。好，我哋嚟同兩隻腳打開來與肩同寬哦。好，來做一個起起，手打開來啲上面，站喺上面再跳起下來。好，起起，跳起。好，我哋來做一個簡跳嘅老人拳呢。好，從為父輩嘅聲音呢，可以多做下運動哦。啲後輩老人拳呢。做一個擴胸伸展，好了，第前面，好，慢慢的數，兩個人嘅胸口一片，好了，做一個擴胸，打開來，好。下胸嚟，打開，胸嚟，好，嚟做一個前面撲數，好，後背撲數，好，來前後撲數，開始試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，好啊！踢嘅動作，深蹲，行嘅腳趾跳，慢慢地鼓下去。好，來比賽啊！好，
放起来，可以的话再鼓下去，唔可以多也一般都好诶。生日呢，感觉厉害哦，可以鼓个下去。好，再看看先睇人感觉厉害还是生日呢哦。好，下去放起来，3，慢慢的4，其实大腿外侧、内侧就会训练到。可是牛呢嘛，有没有开始酸了？6、7、8、9、10。还可以吗？好，跟大家来做弓箭深蹲，脚7条来做脚，伸出去。好，弓箭步深蹲。好，再数过来。好，弯脚。3，加油哦！4。好，走，来下去。好，我记得咯，小朋友，睇人我来检查小朋友，要挺胸嘛，莫扑背，头拿爱伸出来，绑出，肚子竖上来，好脚，好来，好，后背脚伸出，加油哦，温柔嘛，会不会酸？来。就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肌耐力好猛哦。好，来过来，好弯片，慢慢的做，睇人生人仲可以同下做，来增加人呢亲子的一个关系同感情咯。最面上诶，3、2、1，好，再来，按你的数，伸上来，不是按高，差不多你的胸口前面都可以。好，抬脚，好，同到你的数哦，好，来同，好，弯片。按个数唔可以变安尼哦，好，尽量控制在这个高度。好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跟家小朋友加油哦！来挑战抬腿跑步，来控制哦。好，跑步咯，吞喊，50下好嘛？50下。好，开始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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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妹哟！小朋友能做到的吗？做到的哈，加油哦！哈，最美的动作，转一下。好，拿来轴撑地板。来，你转过去。来向小朋友示范。好，记得咯，平哦，唔可以安尼翘起来哦。好，从一侧先。好，来脚的开合，打开，开，合。好，开，合，开，合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9、10。好，小朋友做好，问乜人啊？问大人、问妈妈或者问爸爸、问阿公阿婆来挑战哦。好，我同我加油哦哈！也动作嘅困難哦。好，開年這個來試下哦。好，開始。爸爸媽媽做到嘅冇？做到嘅哈，小朋友同我拍手一下。好，能更加放起來，來呼吸頭多數搞嘅哦，頭多搞嘅體力動作係蠻嘅行記得冇？深蹲，好來呼吸體力深蹲，好開始來1。好來比賽哦，看乜人骨骼架下去哦，訓練嘅大腿哦。好，更加來彎弓箭深蹲，來加弓箭步。好，喺前面，你嘅手不用喺腰骨。記得咯，後部嘅腳要伸出來哦。好，再來彎一咧抬腳，好腳，不用喺嘅樹葉片哦。好，開始抬膝，好，最尾的動作，手撐地板數，好來，用嚟聽來哈，手肘撐地，啊，記得嘅背囊到腳一層一直線，好，師傅要夾好來，好來做開合，來開始啊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來放起來，很棒。來做一個緩和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來看內心來。抱膝蓋，做一個緩和，盡量靠近你的肚子。好，慢慢的彎片，好，練一個平衡感。好，放鬆下來。今日動作好不好冇？記得了冇？好好運動，俺能下次能來了。